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很喜乐的看看你左右两边的邻居，然后看看他，欣赏他今天所穿的服装，并且跟他讲说：“你今天长得好漂亮，好帅气。”你今天长得很今天always。感谢主，永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帅哥美女 ，Amen 吗 Amen Amen。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在今天早晨，我们要再一次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恩膏我们，并且我们也深信，我们今天早晨的赞美与敬拜要带来我们的医治、恢复以及信心，还有神也要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面对生活的挑战，面对工作的压力，神都为我们承担 ，Amen 吗 Amen。好不好？就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在一开始用一些的时间，我们开口向上帝来祷告，求圣灵今天启示我们，赐给我们意象，加添我们信心。好吧，我们同声开口，为着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来祷告。哈利路亚！耶是呀呀啦呀啦的嗦呀呀啦呀啦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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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的的嗦呀呀呀呀呀啦的呀啦的嗦呀啦呀啦的的的的的的的。主啊，我们欢迎你，主，谢谢你。主啊，你的圣灵更多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来亲自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知道你在今天早晨，主啊，你要再次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走在神你所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面，我们深信圣灵你要加添我们力量，你要加添我们智慧，让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难关，我们都要带着信心勇敢踏出去，因为神你是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得胜有余的生活。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深信在今天早晨，圣灵你的神迹奇事要再一次发生在我们这里。主，我们要述说你的见证，我们要大声赞美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晨主啊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渴慕圣灵你来充满我们。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哈利路亚。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对神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再次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我们带着热情与喜乐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喜乐，大声来赞美神。敬拜永远。
主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要尊贵，人类全体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主，荣耀尊贵，人类全体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平安，要尊贵，人类全体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主，荣耀尊贵，人类全体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平安，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平安，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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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平安。哈利路亚！用最大的掌声跟欢呼献给我们荣耀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用最温暖的笑容跟我们旁边的人说：“你的歌声很好听，你的歌你的歌声很好听。”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
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被所有害怕，不动摇，不放弃，因我真心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坚定。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坚定。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坚定。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一起来宣告，有耶稣同在，我不害怕。有耶稣同在，我就不害怕。哈利路亚！你曾经享受一切所有，我人生经历过的每个时光，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早晨升起，黄昏又落下，春天花的清香，秋天的果实，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一切都是恩惠。
周我们的社区据点开始，这个事工开始在运作。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创意，能够跟社区一起来合办这个据点的事工。主要我们就是要让更多社区的新朋友可以进到我们教会里面，透过这些长者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可以愿意进来到教会。是我们深信这个事工是圣灵所赐给我们智慧的产业 ，Amen 吗 Amen。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为着我们社区的据点事工来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这项事工，并且来祝福这一群进来到教会的新朋友，让他们的心能够被敞开，被耶稣的爱来温暖，他们就能够愿意更深的、进一步的来认识神。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 ，Amen 吗？所以这时候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两个人一起来 RPG 的祷告。首先，我们大声赞美神的创造；再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社区据点来 RPG 的代求；最后，我们彼此来祝福。找到你的伙伴，就可以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大声的赞美你，因为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早晨，神啊，你创造我们，让我们有歌声可以大声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要将我们社区据点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更多的帮助，让这项事工能够容神一人，能够带来更多的神奇奇事，有更多的人要因着这项据点事工，要进到教会里面。主啊，你让我们跟圣经的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圣灵你成为我们的桥梁，主啊，你带领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教会里面。主啊，透过这个社区据点，主啊，我们要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更深信这个据点的事工是神你为我们预备那福音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身心灵都能够健壮，并且我们更深信神啊，你要帮助永光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恢复，并且经历更新。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更多的来祝福我们，让每一个家庭在今年都经历到更多的赞美，更多的见证。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圣灵你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就要大大的做工，并且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小组在圣灵的带领之中，主啊，我们要更多的茁壮，更多的成长。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一切都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神所赐的一切都是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所有的弟兄姊妹大声来唱，一切都是生命中所有一
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主的恩惠永远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尊荣你两边的人，跟他们说：请坐。这时，我们要来一起读圣经。圣经记载在雅歌书第8章6到7节，启示录19章7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的话词的话。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时，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潘纯勉牧师来分享，他的题目是“新郎新娘到底是谁？新郎新娘到底是谁？”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领受到一个属天的奥秘。哈利路亚！主题是什么？那你们觉得牧师要讲什么？讲加油跟仪会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的一个预表在地上。我们今天读到的雅歌书，你有看了雅歌书了吗？应该到雅歌书最后了吧？雅歌书它是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哇，读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心里面砰砰跳，是不是？很多呢，在男女之间的爱情呢，它非常的真实的在雅歌书里面来描述出来。哇，我们就想，哎，我们的圣经竟然可以有这么浪漫的一个经卷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的雅歌书呢，它不只是一本爱情小说。其实它已经是超越爱情小说，那它可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指向基督的一个盟约的一个记录哈。牧师呢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里边呢会放了这个雅歌书在里面。你想一想，圣经呢从前面呢一直到启示，它有很多都记载着神的创造，一直到基督再来。那雅歌书它摆在这个里面，纯粹是要让我们读圣经，因为呢怕我们很枯燥乏味，所以呢就插曲了一篇浪漫的史诗在这里，让我们读的比较不会无聊，是吗？圣经里面每一部的经卷都是神精细的计划，而每一部的经卷每一节都是神他发出的声音。雅歌书呢，它是在描述什么？好，为什么说它是一部爱情小说？雅歌书呢，它是所罗门王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所经历的，然后记录了下来。那这个所罗门王呢，他是一个有钱的人。所罗门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然后他有许许多多他的葡萄园，在古代犹大地啊，你知道吗？他们的土地很适合种葡萄，所以他们呢，葡萄园长出来的葡萄啊，然后压榨成的葡萄汁都是非常鲜美、
非常甜美的。所以为什么在中东地方的它的葡萄它会是一个非常有属灵含义的一个启示。所罗门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农地，自己做不来，所以呢，他就请了很多的雇工。这些的雇工呢，都是长期的佃农。其中呢，有一户呢，他的土地呢是在以法莲的地方，而以法莲的地方呢，有一家呢，他们就成为所罗门他的雇工，在那里成为佃农，专门照顾他所托付给他们的葡萄园。那这一个雇工这个家庭呢，家里面呢有2个兄弟，然后有2个姐妹。那这个家呢，他们就这个兄弟就顾这个葡萄园啊，这个姐妹就顾这个葡萄园，各自有各自的葡萄园去照料。这个姐妹的姐姐呢，圣经里边雅各书称她为书拉密，有没有？书拉密女子。好，书拉密。那这个书拉密呢，这个少女呢，她非常的殷勤，所以她照顾葡萄园。请问我们的姐妹们，如果叫你去照顾葡萄园，你会觉得感受到什么？你喜欢照顾葡萄园吗？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照顾葡萄园，你愿意的请举手一下。真的哦。那你照顾葡萄园，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姐妹，很热是不是？热了会怎么样？会变黑啊，是，所以现在的女子啊，就最怕黑，对不对？所以医美会那么的发达，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要美嘛，那特别是那个脸哈。好，所以呢，在苏拉密呢，我想她也很在乎自己美不美，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殷勤的女子，她就照顾她的葡萄园，哇，每一天照顾。哎呀，有一天呢，突然来了一个年轻的牧人。哇，年轻的牧人就过来，哇，然后他呢，这个葡萄园里面很少看到这年轻的女子，看到那年轻的女子，这个牧人就驻足看了一下，哇，好美丽哦，然后他就过去了，就开始跟她聊天了，然后跟她聊天之后呢，那个女的呢，也慢慢喜欢上他了，啊，那个男的呢，哇，他们同样都是。牧人，所以那个女的苏拉密女子呢，苏拉密少女说：“请问你的牧园、你的葡萄园在哪里啊？我可以去那里找你。”哇，这个牧人啊，这个年轻的牧人啊，他呢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哇，2个人开始彼此的相爱。后来呢，这个年轻的青年牧人呢，就跟他说：“我非常的喜欢你，所以呢，我想要娶你。”哇，女子听了有没有很高兴？终于可以摆脱葡萄园的工作了。没有，她嫁过去还是一样做葡萄园。哇，这个苏拉密的这个女子，她就很高兴。那这个男的呢，他就说：“那我要先离开你，我要先回去我的地方做预备。有一天我会回来娶你。”哇，就这样。3个月过去，1季过去，1年过去，他都没有来娶她呢，他是不是被骗了？他好像他被骗了，等了好久。这个女的呢，就在那边想：哎呀，当初这个男的，他就跟我说他要回来娶我，到现在都没有，我皮肤越来越黑，然后都干干的，他到时候回来看了我，会不会不喜欢？又等不到。他的哥哥呢，就跟他说：“你铁定的被骗了。那个不是真心爱你的。”可是这个苏拉密女子，她说：“不会，我相信她说的话，她一定会实现，她一定会实践她的诺言。”所以她继续殷勤的工作，把她的葡萄园管理好，然后她就继续的等待，充满信心的等待。她的哥哥看到这个妹妹，哇，对这个男的那么的倾慕，他们就觉得，这个妹妹真的是陷入那个爱网，所以呢，哥哥们呢就开始有一种的想法，他要保护这个妹妹。然后呢，他们就把妹妹叫来啊，他说：“妹妹，你现在呢，开始在谈恋爱，我们一看就知道，你呢巴不得赶快呢跟这个男的结婚。那我要先告诉你，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呢，你要保守你自己的圣洁。
贞操，你要保守你跟这个男的之间的界限。哥哥怎么跟他说？他说：“你要保护你自己，就像一堵墙。那堵墙呢，是可以抵挡性的诱惑。你要保守你自己，像一堵墙，是不容易被攻破的。知道在指什么吗？他说：你不能够像一扇门，随便开随便关，谁来都可以开又可以关，你不可以这样子。他说：你一定要保守你的圣洁，直到你嫁给这个男人。这个妹妹，她就明白。所以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犹太的社会里边，他们对女子的圣洁是这样，而这个在指的是什么？在指的是基督要我们所保持的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牧师呢没有用 PPT， 然而牧师要请我们拿到我们的周报，周报呢有大纲，所以呢你跟着大纲来跑。那你周间的时候，你在小组里边呢，你就可以带着这个来跟你的小组，所以你可以做你的笔记一下。这个苏拉密女子呢，她跟这个年轻人碰面的时候，她跟这个男子说：“我皮肤会黑，是因为被日头晒的，所以请你不要轻看我皮肤黑哦。”而这个男的牧人怎么跟他说？他说：“你甚是美丽。”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对男女情感的交往，不在于他的外表，而是在于他的内心。所以你知道吗？在雅歌书里边，他也告诉我们，男女之间怎么样保持那样的圣洁的界限。还有，当我们看对方的时候，不是看他的外表，乃是看他的内心。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原来从这个雅歌书呢，雅歌书就是神的一个启示在我们里面。好，那我们就看到，在婚姻的盟约里边，它关乎到基督救赎的线索。哇，连婚姻跟基督也有关系哦。那世上所有人的婚姻，是不是都是指向基督？你说阿们。因为我们过去不认识基督，所以我们不晓得原来神在地上创造了婚姻。我跟我的配偶的结婚，竟然是带出神在地上活活的启示。好，所以呢，婚姻是从盟约而来的。婚姻不是因为男跟女这两个人，然后彼此相爱，然后爱一爱，登记，然后就成为一个婚姻。其实婚姻被创立是从盟约，我们说盟约，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婚姻之所以成立，不是男的爱女的，女的爱男的，然后呢两个就同居发生关系，这个叫婚姻。No， 神所指的婚姻，它是非常高尚的，是属天的价值，它是从盟约。所以婚姻是有盟约才叫婚姻，如果没有盟约，只是男女之间的一个肉体的生活，但是它没有带向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些的应许。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原来在雅歌书里边，他告诉我们，并且呢，在婚姻的盟约，他提供了基督历史、基督救赎的线索。我们来看到一下有什么样的线索呢？圣经里面有2场的婚礼，第一场的婚礼是在圣经的哪一卷书？在哪一卷书？我们觉得人类当中的第一场婚礼在哪里？创世纪。创世纪就是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呢，夏娃呢从亚当的肋骨中取出来，神就创造了夏娃。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开口就说：“这是我。”他称为女人。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当你高端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每一段的圣经都跟你有关系。亚当称夏娃骨中骨，肉中肉。
那个骨中骨，所以呢，亚当是不是夏娃？是不是亚当属亚当他自己本身？也就是你就是我嘛。好，我们再把它回到圣经里边，我们看到所罗门，刚刚牧师说的那个超级的爱情故事，所罗门跟苏拉密，他们两个，连他们两个的名字都跟创世纪有关系。为什么？所罗门，所罗门，所罗门。来，我们念3次所罗门，念快一点。好，我们再来念苏拉密，苏拉密。来，你们发现哪里一样？有没有很像？呀，它希伯来文的字根完全一样。这个在讲什么？圣经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暗号，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关系就如同亚当跟夏娃，非常非常的奥秘。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先开启了这个人的关系，然而呢，神要透过婚姻让人来体会到彼此相爱是如何的美妙。好，所以呢，第一场婚礼是在创世纪，谁是证婚人？第一场，人类第一场的婚礼，证婚人是上帝自己。好，圣经的第2场的婚礼在哪里？在启示录。所以整本圣经的头，创世纪是第一场婚礼。好，再来呢，第2场婚礼就来到启示录了。好，那这个启示录呢，提到的是什么？一定有关嘛，一定有关。所以呢，启示录他这边提到的婚礼是耶稣要来娶他的新娘，耶稣要来娶他的新妇。新妇指的是谁？教会。教会。好，这是创世纪的第一场，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场，人类的第一场到最后一场。而我们现在的结婚，我们人类的结婚就是中间的这一个阶段，就是雅歌时期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中间，就是介于雅歌到启示录当中这一段时期呢，就是所谓的订婚时期。订婚时期，就整个历史的救赎的轴线来看，好，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原来我的婚姻是被定义在天上的。那如果你明白你的婚姻是这么重要的话，你就会拼命的去经营好你的婚姻，因为神说你的婚姻就如同神他在地上成全那美好的婚姻一样。好，所以呢，我们呢，雅歌是介于这2场婚姻的中间，意思就是说，如同新郎呢，他正在形塑，然后形塑他的新娘，然后等待他的新娘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历史的接轨。我们通常都是活在自己的日子，因为我们没有明白，没有思考我们活着的日子跟天上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看重自己的生活，看重自己的欲望，看重自己的情绪，看重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活在困难，然后在很辛苦，并且是在绝望，甚至是在失望跟忧愁当中，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对焦到耶稣基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了4条线索，哪4条呢？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刚刚的那个经文。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你们读了一定会有一点错愕，因为这个经文呢，为什么写这样？好，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背上如戳记。”这是苏拉密女子呢对所罗门对她的男朋友所说的。她说：“请你把我当做一个印记，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呢刻在你的背上。那个印记是什么？就是印章，就是印章。在犹大地呢，他们中东的地方，所有他们都是用印章，圆的印章。那个印章一定要跟主人挂在一起，不能分开。
因为那个印章就是你的所有权，你的所有的东西都透过那个印章的戳记印记成为我的所有。所以那个印章另外一个所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所有。所以这个苏拉密女子呢，跟所罗门呢，跟她的男朋友说，我愿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愿你把我放在你的戳在你的背上。那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期待，他们两个是合一的，那是一种心里面的一个对爱情的渴望。然后他说，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意思呢，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就好像觉得爱情好像有一点是不是带着嫉妒？牧师来跟你解释，从原文上面他说，人啊，男女彼此相爱，那个爱到为他死都可以。死亡是人类没有办法避免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死亡呢，它是非常坚固的。然而他比喻说，人的爱情可以爱一个人，爱到胜过死亡，不怕死亡，是这个意思。好，再来他说记恨，阴间啊，每一个人去到阴间啊，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的那种惧怕。然而他在这边他所说的，他说人啊，男女之间如果有第三者介入，你心里面舒服吗？会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新闻里面都要说，就把第三者给杀掉。那就是什么？就是两者之间彼此相爱，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哇，这个男的或女的心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记恨。这个指的就是这样。所以他表达了说，爱情婚姻不能够有第三者的介入。好，所以我们的心呢，会像记恨那样子，记恨那个爱情，那个错误的第三者的爱情。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有说小三，现在都讲的好像很顺口，在神的里边那是不蒙福的。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婚姻之外还有其他的关系的话，这个时候你要求神赦免饶恕你，让你勇于斩断这个关系，连思想都不要，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他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耶和华他就是烈焰。他说这个爱情啊，可以强到像耶和华神的烈焰一样。好，下一句。好，然后呢，他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啊，水即便再大的洪水都不能熄灭，然后呢也不能淹没。如果呢有人要用家里面用他的所有的财产来换这个爱情，其实那个都是没有用的，唯有爱情是最珍贵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再看下一个，然后呢来到了启示录。启示录呢就是进入到基督与我们，基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荣耀归给耶稣，因为呢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羔羊指的是耶稣，最后是耶稣他要娶我们所有的教会的新娘，而我们教会就是新妇。新娘们新妇们，你预备好了没有？好，所以刚刚的经文呢先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知道爱情里面婚姻里面神容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不容许。第三者的介入，甚至周牧师呢，他跟我在过去的交往里边，那他自己呢都非常的守住男女的界限。再来，他呢连他骑机车绝对不会在我之外的女人，他开车呢绝对不会让我之外的女人，他的妈妈当然可以哈，坐在副驾驶座呀。他我都觉得他这样好残忍。他说不，这是我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婚姻上面，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因为仇敌随时都在找破口、找细缝来试探你，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雅歌书就是在跟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智慧。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说
4条线索，哪4条的线索呢？第1条线索就是在创世纪。创世纪刚刚牧师有说的，对不对？所以神他创造了婚姻，不是因为人需要婚姻哦，而是神透过人的婚姻来体现神的救赎。所以呢，他把婚姻放在人的历史里边，这是第1条线索。第2条线索，我们现在所读的雅歌。好，那我们看到雅歌提供什么样的线索？雅歌告诉我们，人婚姻彼此之间，只有婚姻才能够真正有爱，而婚姻不是控制。婚姻不是控制，也不是利用，也不是占有。他说，婚姻是彼此的委屈、委身。也许我不想要的，然后呢，你偏偏要这么做，那我们就彼此的委身，彼此的接纳，这个就是委身。所以雅歌是让我们好像在谈恋爱、交往的一个过程。那雅歌呢？雅歌书它不是终点站，还有启示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建立了婚姻，对不对？那我们的婚姻时期呢，进入到属神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操练，是在预习如何将来与神同住在天上。好，线索第3是十字架。弟兄姐妹，十字架，当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不是用黄金去成为一个聘金，娶一个女人过来，耶稣是用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耶稣给我们所有人类的聘金，十字架。所以呢，在十字架里边告诉我们说，是爱情就像石那样的坚强，对不对？刚刚我们的经文，爱情就像石之坚强，就在耶稣的十字架里边。耶稣为了爱我们，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新郎，他是用十字架作为我们的聘礼。好，弟兄姐妹，这是第3个线索。第4个线索，我们来到启示录。启示录呢，到启示录的时候，婚姻准备结婚了，然后呢，婚姻完成了，接着呢，婚姻完成了，我们来到启示录，羔羊呢，他就有婚宴。所以当耶稣呢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跟耶稣地上的心腹跟耶稣结婚的时刻呀。所以我们在等，我们要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刻，一个订婚的男女渴不渴望赶快结婚，还是等个3年5年都没有关系？订婚就是一个预备。所以在所罗门的雅歌里边，他有一个订婚的时期。所以呢，他跟他订婚之后呢，这个所罗门呢，他就先离开。就像我们的耶稣，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怎么样？他升天。耶稣他升天，然后他说：“我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订婚是一个时间，一个结婚之前的一个预备。所以订婚之后呢，男生呢，他呢就先回家，女生呢先回自己的家。男生先回家做什么？为新娘预备地方，而新娘呢回到自己的家，预备自己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新娘。耶稣钉十字架，他跟我们似乎有了一个婚约，就是一个订婚。所以当我们受洗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与耶稣订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准新郎呢，他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就透过十字架，然后来到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呢，是我们属神的儿女，然后呢要跟耶稣等候他来迎娶我们，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好，所以呢，为什么神他用婚姻作为神创造启示的媒介？为什么不要用朋友？朋友可不可以作为启示的媒介？神爱人的启示媒介，你觉得朋友够吗？老师跟学生可以用老师跟学生比喻，神爱人就像老师跟学生一样。你们觉得 OK 吗？好像不对。君王跟臣子，君臣关系可以吗？好像不可以。神为什么用婚姻？好，用婚姻来，牧师想到，
你跟谁结婚？本玉。带他出来一下好不好？好，站在中间，像你们结婚那样子，像结婚那样子。啊，对，忘记了。好，好，这样，他们在去年的8月16是吗？结婚，8月16是，然后他们2个在神的面前就立约，好，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们不是有婚戒吗？你有没有带？哦，有哦，好，临时抽查，还有，来，有，哦，是带那么多个是哪一个？无名指这个。哦，无名指这个，好。当你们戴上戒指的时候，来，你做一个动作，好，你带着它，好，只做动作就好。来，手就在这样哈 ，OK。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戒指？刚刚牧师不是说，那个苏拉密女子说，请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骨头上，印记就是戒指，戒指是圆的，那个他们的印章也是圆的，好，是，所以呢，就用戒指作为订婚的一个记号一样。好，那你看哦，当他把它戴上戒指的时候，你眼睛看戒指，请问你们，他会一直看戒指，还是他会比较这个时候他会比较喜欢看他的新郎？你会一直看着戒指，还是你希望看新郎？看新郎吧。希望看新郎。你戴上他的戒指了，你会一直看着戒指，还是你会希望看到他的脸？看到他的脸。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婚礼不在于任何的东西，这些都是记号，但是它很重要，它很重要。所以很重要的是配偶，男跟女。然而，上帝就透过婚姻来告诉我们，就如同耶稣他爱。所以婚姻呢，因为它有彼此完全的相属。你们2个结婚之后是分居吗？没有。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你说，结婚之后是为了要做什么？要一起往前，一起居住，一起。说白话一点。哦，好。我跟他住在一起。哦，对。对，结婚是为了要住在一起，知道吗？结婚是为了要住在一起，但是有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对不对？那个偷跑，那个不在神的预备里边，所以结婚是为了要住在一起。然后你跟他住在一起，哎呦，像怀孕了也好快哦。你看，神为什么要用婚姻？因为唯有婚姻，它可以彼此的相属，他属于他，他属于他。请问有第三者进来，你们会怎么样？好，第三者会怎么会被踢掉？是再来，他会完全像。所以呢，你呢跟他这样子一年嘛，哈啊，他有怀孕了，你对他认识有多少？很多。很多都很多，全部吗？对，都看透了。看。OK。互相包容。哦，互相包容，来，好，所以进入到雅歌书呢，很难讲，就是这样。但牧师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我们就把它讲得清楚，好不好？你认识他多清楚？很清楚。你喜欢吗？喜欢。OK， 所以你们2个有彼此喜欢，然后对对方，不太好的习惯，你有接纳吗？有。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有什么不好的习惯？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你觉得？睡太晚。就比较喜欢睡觉，对。哦，哎，比较喜欢睡觉是不好的习惯啊。哎，人家是孕妇哎。现在很好。好，现在孕妇要多睡啊。好 ，OK。好，你觉得他的哪一个缺点？也很喜欢睡觉。我知道答案了。其实
他们两个很多时间都在睡觉。好，所以呢，神创造婚姻，彼此完全的相属。你看，朋友有没有办法？朋友可以睡在一起吗？啊，朋友可以睡在一起，然后同盖一条棉被吗？盖棉被纯聊天，有这回事吗？是夫妻彼此的相处。然后呢，他们的身体的关系合而为一。老师跟学生不可以，父亲跟小孩不可以，只有夫妻。所以神就透过男女、新郎新娘来比喻他如何爱我们，就像婚姻这么的亲密。所以圣经说，我常住在你里面，你也常住在我里面。这就是在婚姻里边可以印证的。所以神就透过婚姻我们看到实体的婚姻，而这个婚姻呢，它正是成为一个影子的记号，就好像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吃了圣餐，圣餐呢就成为从看不见耶稣的影子，一直到看得见的圣餐的恩典的记号。所以有这些的仪式，都是透过这些的仪式把它显化出来，把它彰显出来，让我们能够真实明白它的意思，让我们可以体会。所以就像这婚姻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两人认识的时候，是不是先订婚？先订婚，订婚的是先让两个人彼此相许之后，然后两个人有预备的时间，所以呢，在订婚的时候要戴上戒指。那个戴上戒指，就是新郎在跟新娘说：“我一定会来娶你。”就像所罗门一样，他一定来娶这个书拉密的女子。而这个在跟我们讲的就是，耶稣他一定来娶我们。我们受洗了，成为他的新娘。有一天到了启示录，耶稣他要来娶我们，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候的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本玉呢，他跟佑生订婚差几个月结婚？3个月。我都比他们还清楚，因为他们都要婚前辅导，所以我都要帮他们记得很清楚。好，3个月，所以在这3个月里边，它就是预备期。是，所以呢，你的在预备的时候，会不会渴望那个婚礼，渴望那个婚礼的时间到来？还是就订婚就没关系，都订婚，然后一直等个10年？没有，很想赶快结婚。很想赶快结婚呀。刚结婚的一位，一位，你呢？订婚是4月，对不对？那你4月订婚之后，你会希望赶快办婚礼吗？还是隔个1-2年之后也没关系？不要太久，还是有期待婚礼，对不对？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与耶稣，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受洗了，你就跟耶稣似乎有一个盟约一样。然后这个盟约呢，就接下来我们就等耶稣第2次再临的时候，他要来娶我们。娶我们之后呢，我们要同住。他们2个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同住。同住那个就是一个永远的同住。所以这完全跟我们地上的婚姻是一致的。好，谢谢2位。你们现在有住在一起吗？都有住在一起哈。OK， 我们要住在，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原来雅歌书来告诉我们，这个婚姻是神在地上的一个预表。所以呢，因为在婚姻里面，只有婚姻可以专一，可以委身，可以彼此信任，可以牺牲。还要同住，并且呢，还要共同的养育生命。只有婚姻的关系才能够养育下一代。我们刚刚看到真实的印证在这边，对不对？对，所以这是神完全的一个预备。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后来他升天，他去为我们预备他的地方，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地方。
在教会里边，我们就在教会彼此的相爱。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的 RPG， 我们任何的服事，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你怎么样表达你忠于这一位你的新郎？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受洗之后，在教会里边呈现的一个模式，一个形态，就是我们都在预备要结婚。跟谁结婚？耶稣他再来，也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就是要来娶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否有预备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婚姻呢，它不是一个偶然，婚姻是神早在我们的里面所命定的。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透过婚姻，神的创造给了我们启示。所以我们知道，那新郎新娘到底是谁呢？因为新郎新娘呢，我们明白新郎是耶稣，对不对？新娘就是他的教会，就是我们。而我们看到羔羊跟婚宴，什么是羔羊跟婚宴呢？羔羊跟婚宴就是来到结婚的时候了。来到结婚，总不能够一直停留在订婚的事情。我们来到结婚，来到启示录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呢会等候耶稣再来。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把我们接到天上，在天上呢会有什么婚宴？天上的婚宴。我们地上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婚宴？所以有人说不用哦，不用办婚宴了，反正我们都登记就好。你看登记需要预备什么样的资料？你们知道吗？啊，去哪里登记？户政事务所，就2个人，男女去，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要预备什么？身份证，还有呢2个满18岁的证人，18岁当你的证人。神在地上所立的婚姻是神亲自做见证，还有牧师为我们做见证。因为牧师呢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牧师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圣洁在我们当中，所以由牧师来代理神执行在我们身上。那你看现在的社会可以说婚姻我不要，忠诚我不要，婚姻可以换，人我可以换，因为我对他不是很喜欢，我开始喜欢别人了。这个是现在最大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呢，牵扯到什么？将来你的救赎，你会失去救赎。所以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他的新娘吗？你不是他的新娘。那你如果不是他的新娘，你会怎么样？你会在地狱里边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的婚姻，耶稣他来娶我们了，结婚典礼还没有到一个结束哦。结婚典礼之后要做什么？要宴客。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宴客，我们以为吃吃喝喝，然后就结束了，热闹一下就结束了。不是，从天上来看，人类婚姻的宴客正预表着天上将来的宴会。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我们提到天上之后，在天上就有天上的宴席。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会享受在耶稣的宴席里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那个宴席受邀请的人？你会不会出现在宴席当中？你跟隔壁的人回答一下。天上的宴席，你会在那当中吗？你会收到邀请卡吗？你会收到邀请，是你要确定。所以我们地上的婚姻一定要彰显神国的启示在这里边。所以如果有人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呢办理他的婚姻，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回归到圣经的记载，因为这才是神所祝福的脉络。阿们吗？不是用登记的，是来到教会，有神为证，有牧师来执行，有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属灵的见证人。所以婚礼来到教会，这是在荣耀神，并且是顺服神的创造。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郎新娘到底是谁？
请问你是新郎的，请举手；你是新郎的，你是新娘的，请举手。新娘，你是新娘的。有，你看一下旁边的人有没有举手？哎，他为什么没有举手？那不然他是什么？好，应该是全部都举手。我们都是教会，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荣，因为你是耶稣的新娘，我也是耶稣的新娘，而这个在外面有没有办法有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尊主为大的生活？在外面没有。家里面如果没有信主的，你的家也不晓得这个属天的奥秘，也不晓得如何去正式的把你的家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因此弟兄姐妹们，牧师要跟你们说，我们在这地上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气，而且因着我们婚姻身体的合一，成为真实神跟我们合一的见证。阿们。本来只是一个影子，然而呢，透过人的婚姻真实的彰显出来。耶稣为我们受洗钉十字架，但是透过我们守圣餐，那成为真实的记号。守圣餐、受洗都成为真实的记号。所以这就是上帝透过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服事，透过我们在教会里边的聚会，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他的新娘，并且他要与我们一同住在一起。我们与耶稣基督他娶了我们之后，我们要与他同住到永远。阿们吗？同住到永远。所以为什么婚姻里面不能够结婚之后然后还要分居？还要分居？不是分居，而是要同住。因为这在指着耶稣将来娶了我们，我们到天上是与耶稣同住到永远，而且没有眼泪，没有疾病，在那里只有喜乐跟神的荣耀。阿们。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婚姻也可以成为这样，因此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紧抓住神，跟随神。阿们吗？如果你的婚姻现在不是满意的，你跟神祷告，主啊，我今天听了潘牧师他所分享的信息，我想要一个属于基督的婚姻，将来我在天上也要拥有这样与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而现在就是一个预演的时刻。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候，然后好好的在教会里边持守我们的主日的礼拜，持守我们的小组聚会，任何的一个形式，任何一个活动，一个聚会，都是耶稣在地上，我们与耶稣同住在一起的记号。阿们。所以我们现在来礼拜，是不是一个记号？是。而将来在天上也是如此。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现在要用这一首诗歌来领受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里边让他成为我们的盼望。因此我们结婚之后有了宴席，才叫完满，才叫圆满，因为那是神与我们同住的样式。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爱中相遇。牧师要我们唱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好像耶稣就是你的新郎，他就在你的前面一样。哈利路亚。享受在耶稣是你的良人当中。哈利路亚。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想象我们的新郎就是耶稣，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我们从头，每一天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多么渴望与神相遇。哈利路亚。享受在耶稣的爱的呵护里边，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
神所指的新娘包括你。新娘在圣经里边，它不是只有单指女性，而是指所有信主的儿女们。也就是刚刚读圣经，他说穿上那个白色的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是，所以圣徒指的是只有姐妹吗？有没有包括弟兄？包括弟兄。因此当我们在唱这一首歌，其实这一首歌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情歌。你是新娘，我们都是新娘，我们对我们的新郎来唱这一首情歌。阿们吗？哈利路亚！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把我自己献给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跟我们订了婚。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耶稣来接近我，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对我们的新郎唱情歌。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是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过去我们没有真正那么深刻高度的认识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原来你是新娘，神看你是圣洁的，那个细麻衣，穿上那个光明的细麻衣，就像我们现在结婚会不会穿上那个白色的婚纱？那个白色的婚纱代表的就是你就是圣洁的。但是圣洁不是因为那个白色的婚纱，而是你的心，你的心愿意圣洁，所以呢，用一个有记号的白纱让我们穿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里面保持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不去崇拜偶像，让我们单单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他要带领我们到属天的那荣耀的地方。弟兄姐妹，牧师要为我们来祝福的祷告。耶稣他要把他的爱完全的复辟在你的里面。倘若你在你的原生家庭有很多的失落，有很多的不满，甚至你自己慢慢成长之后，你有很多你的怪脾气，很多你的忧郁，你的忧伤，甚至你常常在比较，觉得自己不够帅，觉得自己的家里面不够富裕，你跟别人的家庭比较，还有你觉得父母亲给你的爱不够，因此你从异性里面去求那个爱，因此你现在可能就在跟异性一个错误的同居关系里面。主跟你说，孩子，你的身体多么的宝贵圣洁，你属于我，你属于我，斩断你那错误的男女的关系。不要在网络上面
去找你的需要。神说，唯有你的配偶才是真正属乎你，就像你属乎耶稣基督一样。主啊，你要把一切那不属神的那一些的淫乱，那一些的败坏，从我们当中来挪开。主啊，我们所有的家庭夫妻的关系都是圣洁的。主啊，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好的性关系，主啊，求你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在神的里面，夫妻的性关系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神，你要祝福我们有下一代，就像教会一样，不断的生出更多、更多、许多属神的儿女。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魂体尽都圣洁兴盛。一起来，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你更新掌管我一生，圣灵更新，求神你更新掌管我一生。最后一句是你的祷告。把我们的荣耀用掌声归给神。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圣洁荣耀的吗？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相信你是圣洁荣耀的。大家请坐。这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大家预备心来奉献。开始奉献。世人所见，谦卑领受神灵我权，神灵触摸，从心的灵，到达主完成心所愿，全心的全心全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起立。世人作见，谦卑领受神的我权，神灵触摸，从心的灵，到达主完成心所愿，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灵上加恩，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灵上加灵，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请亚拿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透过潘牧师的信息，让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自己在神的殿中的定位。Amen 吗 ？Amen。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一周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攻读，来请。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希伯来书2章第4节，再次来。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希伯来书第2章第4节，阿们。那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首先是上礼拜的礼拜六，青少年牧区一起到新店行道会的三明堂，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教会一起聚集在那边，有一个 Radical Night 的敬拜之夜。那是在我们 We Are One 青少年的这个特会之后，就是一个序曲的概念。那我们在这个 Radical Night 里面呢，有许多不一样教会的年轻人。那一天总共有将近快500位的青少年聚集在那里。那我们教会有34位的年轻人一同前往在那边参加。那一天呢，我们晚上的聚会也很感谢神使用我跟亚伦传道，也能够在那一天的晚上与他们的敬拜团一同服侍。那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不断扩张我们青少年服侍的道路。Amen 吗？ Amen。 再来8月2号，也就是下礼拜天，是我们的圣礼典跟我们父亲节的3合1联合庆典礼拜。那所以下礼拜天只有一场10点的礼拜。我们跟旁边人说，下礼拜天只有10点一场礼拜。所以请大家也能够提早来，因为我们10点我们只有一场，所以呢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会友能够回来，那一起在这个礼拜当中一起敬拜神。所以我们9点半就可以进场。那9点半的时候就请我们大家可以小组跟小组一起来做。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父亲节的礼拜也会在那一天，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个时间，彼此提醒，然后准时出席礼拜。好。再来，我们圣礼典的报名可以在这个注意这个时间，并且也来看这个基要真理班的时间。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感动想要报名的，可以找我们的慧华干事。接下来信仰培育奖励金的申请到今天截止，所以呢，请我们儿童牧区跟青少年牧区的学生一定要准时来申请这些的资料。那资格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周报。今天呢，礼拜结束之后，有我们永光培育学校营会服事的说明会，那就在主堂集合，所以请我们同工就按时出席。今天礼拜结束后，同样我们有访韩盛会的这个说明会，所以请同工注意这个时间。牧区消息是我们央青牧区的活动，叫做速度与激情，狗狗给那个激情哦。那在8月15号的礼拜六上午9点50分，那可以如果有意想要报名的，可以请洽我们的小组长。好，协会的消息，也就是我们今天有特别为着社区的据点来祷告，那就是在每个礼拜2有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欢迎所有的报名的这些的兄姐可以一起来参加，然后中午呢大家会一起来共餐。好，肢体的关怀就是我们宜邻姐妹的母亲过世，那我们定在这个8月1号礼拜六上午9点，在怀爱馆的景行楼这边举行告别礼拜。那我们持续为这个遗族来祷告。那也请诗班当天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来集合，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最大的安慰，在这个家庭里面。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OK， 好，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浩君，对不对？浩君在这边呀，是我们昆明老师的学生。那他之前也有参加过我们青少年的活动，所以非常的欢迎他，是我们很帅气的一位年轻人。好，请坐，谢谢。好，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琴心姐妹，是我们明皇长老带来的朋友。来这边，哇，你的笑容非常的美，虽然戴口罩，但是我还是看得到你的笑容。感谢主，愿上帝祝福你。好，下一位是我们的方如
芳如姐妹在这里，是我们玉梅姐的朋友，我们更热烈的掌声欢迎！哇，看到你挥手的热情，相信你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年轻人，阿们。好，再来是我们的俊文弟兄，俊文弟兄在这边，是自己来的，是不是？哦 ，OK， 他是台中教育大学的，我们之后有台中教育大学的学生可以来认识一下。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俊文弟兄。好，那待会呢，我们有迎宾的团队要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那我们请新朋友可以站起来吗？刚刚介绍的新朋友可以再一次的起立。然后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一起到旁边的小教室，我们要为你们送上一个小小的礼物，然后让你们可以更加的认识教会。我们再一次掌声。好，那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彼此祝福。潘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婚姻的上帝，谢谢你，你爱人类，从创世的时候你就预定我们要在基督你的救赎当中。主啊，如今我们真实的活在这个地上的实体，主你与我们同在，透过我们的实体的经验、婚姻的经验、彼此相爱的经验，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服事、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都呈现了耶稣基督你在地上所寻觅的新娘的样式。主啊，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并且主，我们也愿意持守与新郎的约定。主，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心腹，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让我这
下礼拜只有一场10点的礼拜，大家9点半就可以进场，大家请坐。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下礼拜天10点见。